兄弟姊妹平安。圣的主日，咱欢喜来到圣殿，遮献祭敬拜俄罗。咱顶礼拜咱过到冬节过了，过来就是抬杠节。那今日咱是抬杠节第一主日，咱看起咱圣教会已经布置完成啊吼。今年疫情，所以咱有较减省吼。但是依然有表现圣诞节气氛，特别是咱台顶有看到一只细只的鹿，伫遮鹿切切翕无溪水，咱是切切伫等待最后所降生。今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咱来团练圣诗，救主愿你做我牧者400首，圣诗400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歌词无啥物特别的所在吼，咱来吟第一节就好。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予我啉食，比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小会愿归属你。咱过来看一首圣诗201首，圣诗201首，救主听痛的声。第2节的歌词，救主听痛声音，我着刻条伫心。无刻住在心，这拢唔对去哦。我着刻条在心。好，大概这个所在咱较注意就好。好，咱来吟第2节，第2节咯。救主听痛声音，我着刻条伫心。当我做这定是你家，听我实在真情，叫我来救你，我搭救滚你，将你所留的宝血，随我罪恶前去。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我要夜目山，我的班赞是对倒落来，我的班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圣诗第400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圣诗第400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请起立。 请由阮徛伫同齐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 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 交托启应文第18篇，伫新圣诗的后壁面第27页，我来启，恁来应。启应文第18篇，主啊，你踏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在山野的时阵。对。
甲世界，你也袂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跪土，讲你世间人叫我倒转，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搁亲像民间的一天，你亲像因大水甲因流去，伊亲像困一醒，因亲像草早起时无生。下昏时受寒受孤单，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搁我对你的欢喜来行行，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将我阮爸的歹摆伫你的面前的面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我的年岁过了，亲像土一个开。阮一生的能力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紧经过，阮就过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我得到智慧的心，也互我要到第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乐谱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的所做的对伊的罗卜显现，你的灵根对伊的子孙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徛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上帝，感谢你今早起引带接来阮正经里，带着羡慕、期待甲希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对阮的疼是安尼长、阔、宽、深。你要救赎阮离开罪恶，活倒转伫圣神内面，伫世上得到丰盛的性命，阁有永生的愿望。亲爱的主，伫大抗节的第一主日，阮期待透过纪念主耶稣的降生，要阁一摆提醒阮，因为你疼世间人，差遣救主耶稣道成肉体。降临世间，阮透过主耶稣来得到赦免甲医治，甲你和好，互阮伫上帝国的内面有份。亲爱的主，今年已经进入年尾，就要结束啊。虽望今年疫情真严重，互阮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也有一寡人因安尼无头路，生活真艰苦，甚至失去性命的愿望。阮教会也不得已，捌需要暂停尸体的聚会，种种看起来拢是患难。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阮也有看到你的旨意显明伫建成教会。因为你早就为咱备办，为阮备办好势，特别伫教会应用设备顶面，透过牧师种植同工热心的护士，你使阮有智慧来面对疫情。阮要对你来领受的疼，来疼正人，来相甲护士甲关怀。主啊，感谢你特别保守阮建成教会。伫大项的需要，拢无欠缺，甚至有剩，会当对外奉献，互有需要的团体甲人。阮深深感谢你，所以阮要阁一摆来宣告，
愿主赐予你忠心的路步，愿你的所做对你的路步显现，你的灵光对阮的子孙显明。愿主的阮的上帝美妙，徛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时，恳求圣神引带阮进入安息，对平时无用的生活中来得到安慰，专心来听上帝话。你要透过姊妹牧师，将上帝话来开贴，教示阮明白真理，跟对耶稣来行正路，做伙毋忘得到救赎的日子。愿一切荣耀甲尊贵，拢归伫听阮的天父。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学罗，我的主，我听你，请圣歌队。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真爱亲近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爱你。圣经路加福音第21章第25节到28节。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第21章第25节到28节。字话星拢会显出潮头，地就万民会因为海涌哗哗吼，惊吓不安。人会因为即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掣。迄时，人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坐云来临。这个代志得要发生的时，恁着抬头挺身，因为恁的拯救得要到啊！圣经读到这，正道题目是得到救赎的日子。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你值得阮学乐；主耶稣，你值得阮尊重，因为主你用疼包容阮所做一切罪过。阮知主你是疼，主，阮要学乐你，阮要敬拜你。主，阮要讲，阮要用一生来爱你，因为主你大心来听阮。恳求主你今仔日圣行运行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拢知主你是疼，因为主你的疼，阮才会当行头前的道路，阮才会当有仰望、有勇气。愿安尼祈祷、仰望、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则伫今学乐的时光的时阵，牧师不哩啊感动。其实伫练习的时阵，无啥物特别的遮尔大的感受。总是拄则伫献诗的时阵，就想到实在是主耶稣包容阮一切的罪过，因大心。用伊的牺牲来听阮，这实在是阮做基督徒，咱做基督徒真大的恩典，敢毋是吗？今仔是进入大抗节，对大抗第一主日，咱有点烛的这个仪式。透过礼拜堂，阮将这个电火拢禁起来，象征咱即阵徛坐伫黑暗中的人，伫期待什么呢？期待耶稣基督真光的降临。拄则咱的师会幼师执事有讲，每一年的圣诞，咱都在纪念、悼念耶稣当初安怎为着咱来道成肉体降临伫世间。总是这个大降甲圣诞，阁有第二站的意义，就是咱期待主基督各一处来降临。所以透过这个点烛的仪式，透过咱坐伫黑暗中，一摆搁一摆，第一主日是点读第一支的蜡烛，下礼拜第二主日咱会点读两支蜡烛，就是透过每主日加添这个烛火，表明咱对基督搁再来的即款的期待是哪来哪迫切。我毋知大家今年有发现咱头前遮的，我们可以说是有点象征的旧约时代的至圣所啦吼。头前遮的布置有啥物无共款无？大家有发现无？有发现是啥物无共款？
一只鹿徛伫遐。今日教会伫遮的砖头是教会青年因的创意，他们的创意啊，吼。总是因在布置的时阵，我毋知影因是做啥物想法。总是牧师看到即个画面的时阵，我有真深的感动。那亲像鹿，切切翕无溪水，咱也是照安尼来切切听候主基督，搁再来。咱就爱亲像鹿，切切翕无溪水，遐尔啊迫切来听候主基督的降临。进入大讲这期主日礼拜的经文，咱就暂时脱离咱一般平常时咧读的以色列的册。今仔日特别大讲主日第一主日，咱来读路加福音书第21章。耶稣预言圣殿得要受毁灭，就要受拆毁。侪伫所有耶稣讲，侪所在会有饥荒、有瘟疫、有大地震。圣城耶路撒冷也要受到外邦人的吞噬，直到日子满足为止。今仔日的经文25节、26节，咱做伙来看伫周报后壁面。咱做伙来看25节、26节，日月星拢会显出苗头，地上万民会因为海中发吼，惊吓不安。人会因为即世界得要发生的代志惊甲昏去。因为天顶的光体拢会摇转，迄是一个小可有风吹草动吼，就会互人惊甲昏去的日子，也是所有军队耶稣的温度因伫信心顶面受到考验的日子。迄款的日子到底当时会来啊？每一个人拢想要知影，因为为着要保全家己的性命吼，咱拢会当讲啊。在会当时会发生，就是迄在会发生之前，咱爱做所有会当做的准备啊。就是会地动了后，我想伫迄当阵，家家户户都在传一个物件，啥物急难救助包啦。921地震之后，家家户都那个就很流行的急难救助，每一家都一定要准备一个急难救助包，随时就是关了就走就对啊吼，会当随时安尼逃命。亲像地动的进步、风台的进步等等，遮个国家灾难警报系统，遮个系统拢是要为着当咱灾会发生的时阵，来增加咱会当得到救的机会。我们讲说救灾的黄金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住那个黄金时间。因为人无法度亲像动物安尼敏感吼，敏感迄个环境的变化来做反应。只会当讲，这是上帝对咱人的设计啦，就是爱咱人来学习，来倚靠上帝。人实在真软弱，所以咱呢，真爱需要，真爱大声知影在会发生的正确的时间。就伫耶稣预告，伊有先来说明，为互人惊甲昏去的大灾难，得要到的迄个相时，迄个时阵。耶稣竟然讲，迄个大灾难当时来，我毋知哦。有即个大灾难得要发生，总是当时来，我毋知。耶稣双手一摊说，他不知道，只有上帝知，只有天父知影。哇，问题来啊！啥物问题？对伫咱目前吼，逐项代志拢爱有科学证据的，咱即个时代所有的进步的系统。伊所发出的信息，许望咱讲，咱无法度讲100%的正确，总是一定有咱值得咱参考的价值，它一定有它参考的价值。问题就在伫咱对迄个进步的反应的态度是甚物？伫进步的声音大谈的时阵，咱必须爱做一个决定，咱是毋是爱认真来面对即个进步？还是讲啊，凊彩啦，报谈规出在伊去谈吼，我有愿做我的代志。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一个经验，就是咱在煮食的时阵，甲思路袂记一关，迄就是讲咱已经关啊，结果出门会想讲，我拄食吼，迄个火有禁起来无？
会安尼行行到皮皮喘安尼。啊，有时啊是真正袂记即关啊，袂记即甲伊关起来，然后出门了后咧，迄个火一直咧烧嘛，吼，鼎内面的物件啊臭火打去啊，呛烟，开始呛烟啊。结果有诶较严重诶，就互厝边报迄落119吼，报119。结果119厝边隔壁大家足惊诶啊！当事者若有想到这个代志，迄就是接到电话的时阵吼，哇，嘛是走甲惊甲强要昏去。我毋知大家有即种的经验无？前一站子瑜以及位大学的大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来到阮兜，讲话他带了和牛啦，哈，他说要来跟我们分享和牛这样子，好，他就很开心带着和牛啊，哈，他们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在瓦斯炉上面研究牛排要安怎煎较会好食啦，哈，一顶人伫遐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安尼煎呢，煎，忽然吼，警报声大弹啊，警报的声音大弹啊！大家毋知听过教会警报系统，牧师放一段教会的警报系统，让大家听听看。当然。工作人员请注意，现在已经发生火警，请继续往安全的方向疏散。收鱼完车。好。牛排煎，大家足欢喜的，等要食牛排。结果这声音大弹，阮踹一个，讲想讲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安尼一看，哦，烟啊，规个烟雾弥漫。这个烟雾大到吼，当然不晓得是为什么啦，哈，因为大家其实都在火炉旁边，其实都很正常。炉具什么那个烟什么牛排也没超灰搭，好像都什么都很正常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赶快把连纱窗都打开，然后把电风扇拿出来吹，然后把烟赶快给它吹散，然后让那个警报的那个响铃后可以，它就自动就消失，就是自动就结束这样。可是没有用，它就一直响，它一直说什么火灾什么什么的。结果伊个牧师就归去啊，走到3楼办公室，将迄个警报系统关起来，好，无代志，就安尼。阮一叮当伫博物馆吼，又好气又好笑啦，就无奈安尼吼。啊，当天晚上子爱，因为他现在国中9年级，好9年级他们因为明年要考试，所以他们要留在学校晚自习9点才回来。迄天子爱暗时转来的时阵，9点外转来的时阵，阮就甲伊分享这个代志，讲吼，这个代志原来好笑咧吼，发生这个代志，子爱就讲。迄就是阮兜哦，迄就是咱兜的警报，因为一直学校拢有听到，吼，个建成国中拢有听到，讲原来迄是咱兜的警报系统安尼啦吼。伊讲你有讲，他们在复习的时候想说这是哪里的那个警报系统这样子啊，实在是，嘿，面对这个警报系统，咱有时啊是惊甲昏去啦。我想讲厝边隔壁若毋知影咱是咧创啥的时阵吼，可能厝边隔壁若有听会惊哦，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有时诶，咱是感觉真无奈，阁好笑，就亲像伫博物馆迄群人，吼，又好气又好笑，又很无奈这样子。啊，有时啊，亲像就感觉和我无关系，就亲像慈爱踮伫学校，那警报系统有听是有听啦，总是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伫耶稣的警告，阮岛的态度是啥物咧？对伫耶稣所发出的警告，阮岛的态度是啥物？咱对经文的头前甲后壁来看，阮岛对耶稣的警告感觉真无要无紧。过去3年久的时间，即阵阮岛对耶稣就亲像是阮岛会当随叫随到的消防队员。因为所有的代志，敢若无啥物代志是耶稣无法度通解决的问题。耶稣就好像是他们随叫随到的消防队员这样子。虽然耶稣有一寡言行举止，或者的温度啥拢无啊，毋知影耶稣是安怎要安尼做，还是安怎要讲遮的，可能因无啥了解。总是因拢
感受会到耶稣真可靠，吼，耶稣很可靠啊。耶稣的警告，即时听伫门徒的心内，就亲像船过水无痕，船过水无痕。吼，伊不断劝勉门徒，就爱谨慎，就爱谨慎啦。耶稣讲，恁家己着谨慎，才免因为贪食、酒醉、甲生活的看路，互恁的心麻痹，直到迄时，亲像罗网忽然临到你。当日子安尼一天一天顺顺的过，就算讲有一寡崎岖坎坷，也是一站一站靠耶稣，咱安尼度过重重的难关。总是对伫会吞灭、毁灭所有人的大灾的警告，特别是迄种无法度靠家己，必须着爱靠全体的人来做伙来努力，才会当改善的代志。有时阵，咱对遐个警告，实是感觉真无奈啊，足无奈的。即种无奈的心情会消磨咱的心智，会互咱对警告即项代志失去境界。譬如讲，咱都知影，最近这几年一直在说全球暖化的问题。全球暖化的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联合国已经提出严重的警告，我们常常会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咱可能会买厝、买土地，好，我们会自产等等的，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财产留给我们的子孙，让他们可以有好日子可以过。总是对伫这个环境的这个议题，咱敢若拢我们到底要留怎样的环境给我们的儿孙们呢？我们到底要留怎样的环境给我们的后代？极端气候已经在各大洲发生许多严重的灾情。那为了延缓全球暖化的速度，许多的企业、个人也开始在节能减碳等等跟环保有关的这样子的方向来努力。不过，就算是全球暖化的现象不断发生啊。那是含咱家己的利益，含咱家己对未来的计划，迄才是含咱的生活习惯无有三抵触的时阵，咱可能就会讲啊，袂要紧啦，迄全球暖化吼，啊无法度啊，啊就大家拢嘛安尼啊。我做好，譬如讲我家己做好资源回收，啊别人嘛是凊彩等，我一个人安尼做，敢有效？啊，敢若无较蛇啦，啊，无凊彩啦，我嘛凊彩啊。所以这就是讲，虽然全球暖化，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很严重的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去面对的这样子的课题，但是往往跟我们的利益或者是生活习惯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忽略那样子的警告。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这段经文的警告，对咱现在来看，唔知有啥物款的感受？是真无奈，感觉真好笑，还是无啥物感觉？还是讲，咱借着咱信心充满，认定绝对会当靠主来得胜？因为咱拢知影，主的道路较悬伫咱的道路，主的意念超过咱的念头。咱是属伫倒一种？咱面对这种的警告，咱是属伫倒一种的态度？耶稣是道路、真理甲活命，要先开一条道路，一条新的道路，要开设，必须着爱有拆毁的过程。当初台北市铁路地下化，或者是讲咱讲捷运，整个台北捷运刚开始的时候，住伫台北市的人一定感受足深的。哦，那个交通黑暗期真的不是玩假的，很可怕。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交通黑暗期，那真是台北人的噩梦啊！好，那真是台北人的噩梦。当耶稣伫为咱开设一条新的道路的时阵，一定会伫某一个程度的顶面来破坏、来拆毁阮原本的计划。拆毁咱进前备办好的路径，拢是为着要试炼咱对伊的信心、
到底有偌深嘛？伊拢咧试炼咱对伊的顺服会到什物款的程度？昨下晡教会中集同工咧开会，咧计划明年度的事工，也咧调整咱的预算。伫整个计划要完成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咱受到拆毁调整的这个过程，怎样拆毁，怎样调整咧？有时啊，咱会对咱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传统、过去咱所认定的代志，可能一个一个讲，过去就安尼呢，未来袂使哦，过去就是安尼呢，明年就爱改变吗？所以咱一直咧讨论遮个代志，咧思考，互相讨论。所以咱也经过一段互拆毁、互上帝拆毁、互上帝调整的过程。总是咱若是为着主耶稣的教会来度无的时阵，当即条路行袂通的时阵，上帝一定会开设另外一条新、搁新搁活的路，互咱继续为头前来行。感谢上帝，所有的中集同工，大家伫这个调整的过程的中间，咱拢愿意顺服，愿意顺服上帝带领。咱同心合意来，伫这个开会的过程，大家拢有共识，来达到咱明年度的一个目标的计划。今仔日27集经文，27集到28集，咱做伙来看。27集到28集则讲，迄时人会看见阴主充满光荣，甲大阳光坐云来临。这个代志特别发生的时，恁着抬头挺身，因为恁的拯救特别到啦。若是咱伫平常时的日子学习、信靠、顺服，就会当伫大难临头的时阵，看到上帝的荣光。信心绝对毋是出一支喙若定，信心绝对毋是咱用喙讲安尼若尔。若是咱平常时无认真去操练。用咱的行为认真去操练家己对耶稣的信心，咱若无安尼操练吼，一旦大祸临头的时阵，譬如讲迄个进步大弹，迄才是真正灾祸发生的时阵，咱就一定会惊甲昏去，毋知影要安怎是好。顶次是伊个牧师有讲到阮兜过去，有一段真艰苦的日子。迄是伫阮开始做生意，家己做生意，一路行失败的日子。行失败迄段日子的中间，到一个程度，我们用自己的房子去带了2胎。对这个有概念的人就知道，一旦要借到2胎，那就是债务缠身，债务非常的重。我们每个月都在被债务追着跑。迄当阵子瑜子群，还阁是幼稚园，幼稚园差不多中班、大班的那个时候，伫这进前，以为会开公司就代表前面其实还可以啦，生活还可以。所以在那之前，我们有送他们去才艺教室学那个美劳创作这样子，大概学了1年。到那个时间点，大概学了1年左右，他们很喜欢那个美劳创作，也很喜欢那个老师。为了培养他们嘛，虽然开公司以后就开始进入那个往下掉的日子，但是为了培育这2个孩子，我们就还是勒紧裤腰带，就是给他们继续去学，一步一步撑过去。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在开业之前那个段，我们第一次进到教会是我们开业之前，开始做生意之前，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日子还不错。然后开业了以后呢，因为忙碌，所以就没有去教会。然后呢，在走下坡的中间呢，我们又回到教会去，然后还是一直往下坡走。我们还是一直往下坡走。生活虽然持续往低处走，但是我们所过的日子
就亲像是捡玛纳的日子。其中拄好我的印象足深，有一个月，迄个月拄好爱落才艺教室，才艺教室他们就是一季缴一次学费，哈，一季缴一次学费。迄个月伊个牧师拄好有领10万箍，10万箍的收入，扣掉真多的债务，所剩无偌多。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才艺教室一季的学费，2个人就是9600。啊，10万块嘛，咱爱1/10奉献嘛，好，我们要准备1万块的11奉献。哇月底9600的学费跟月初的11奉献，别让它酸点。我们没有想很久，我们就凭着信心，仍然我们拿着那1万块，我们去做11奉献。迄当阵，伫我内心的祈祷是，即使上帝着爱因学到遮就好，阮愿意顺服。上帝若爱互因学到遮就好，阮就互因学到遮就好。当阮抬头挺身仰望上帝的日子，就是阮得到救赎的日子。因为阮无阁互家己的欲望来拔掉的，也袂受家己的计划来控制。因为咱无想要阁真侪迄粒落伫咧气皮内底的种子。互一生互忧伤又看路安尼甜调的。结果伫迄个月底，伫咱才艺教室要缴学费之前，无偌久的时间，有一位姊妹，上帝呼召一位姊妹，迄毋是阮教会的姊妹。我含伊也无讲介绍。上帝呼召伊去领1万块，上帝呼召他领1万块，就这样塞给我。上帝的道路真正是较悬伫咱的道路。迄位姊妹是在一个跨教派，因为牧师之前是做彩虹妈妈，我们是在一个跨教派的事工现场遇到的姐妹。所以其实我们熟悉度其实不够，她对我也不了解，我对她也不熟悉，好，又不是在同一间教会的姐妹。当我们家一路走下坡的时候，家族内面的人一直对我讲，啊，你一工过啊，一直在走教会是有钱通趁哦，你嘛差不多咧，你嘛去斗趁钱一下。牧师也经过这款的压力。到底家庭、教会，甲合管所使用的，到底是爱选择倒一个？正是主耶稣讲，咱若大心求上帝国甲伊的义，咱所使用的一切，伊拢会加添互咱。兄弟姊妹，当咱抬头挺身仰望耶稣的日子，就是得到救赎的日子。咱无阁互生活顶面的忧伤看路翕条的，直到无法度好好来喘气。上帝伫阮生活愈来愈欠用、愈来愈艰苦迄段日子，有侪奇妙的供应甲稳定。这个奇妙的供应甲稳定，拢是发生伫迄段行伫死荫山谷，到伫最后，连阮将迄个厝卖掉，嘛是一个稳定。侪稳定，拢是因为阮借着信心，照安尼去行所发生的稳定。遮尔啊奇妙的稳定，遮尔奇妙的疼，有时啊并毋是牧师一定爱呼吁大家爱出来，爱服侍，爱献身。实在因为牧师阮家己有经历即种。主会疼会甘甜，阮想要将即种的经验分享互恁，互恁也会当来试着即个稳定、美妙、稳定的滋味啊！牧师真的非常的迫切，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信心去突破我们的困境，没有借着信心去顺服主的道路，很多时候
我们会说：“哎，主的恩典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好像没有。为什么都是你们都一直在经历恩典，我都没有恩典？上帝好像都不爱我。”问题是讲，咱是不是爱想一下，咱的信心到底有偌济啊？咱对主耶稣的信心甲顺服，到底到有什么程度？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讲，亲像七鸟啊，将伊的翅骨天开，万军的耶和华也要照安尼保护耶路撒冷。耶和华的确要保护伊，阁要搬过来拯救伊。上帝应允规本的圣经，上帝话，上帝应允是遐尼啊多啊！咱是毋是有掠条上帝应允？咱活的，毋是靠食物啊，咱会活的。是靠主耶稣，是靠上帝话，才会当好好来活的。上帝应允是确实的。伫大空第一主日，咱就要好好审查家己对主耶稣的信心，来调整家己的眼光，越头来注目伊。兄弟姊妹，伫咱生命旅程中，可能有恶得承受的重担。可能也有一寡无法度来撤销的伤业，咱所计划的道路，也有可能正在经历上帝的拆毁，甚至咱对伫未来的局势，咱惊甲皮皮喘。毋过就伫未来迄条充满看起来敢若充满惊吓的道路，就伫逐种条头，敢若拢表明要惊毁灭。的日子得要到的时阵，咱若是愿意仰望耶稣的权能，将一切交予伊，继续忠心回应伊的呼召，顺服伊的带领。若是安尼，遐个抬头挺身仰望主耶稣的日子，就的确是咱会当得到救赎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是奇妙的牧师，全能的上帝。和平的君王，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即种大黑暗的日子，呼召阮，叫阮来进前，互阮通听见你的声，成做阮一生的光灯。伫即种大黑暗的日子，恳求主你帮助阮谨慎，袂趁私欲，祈祷无煞。互阮成做圣洁的祭司，成做这世代的守望者，荣光主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诗信息第201首，救主疼痛的声。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思涵会当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报顶面，请大家为着教会异象精选进度，万民该祭司。也请大家为教会集体有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兰、陈丽水、卢雪英、洪前之、石玲玲、陈美芝、谢丽慧、胡义梅、杜昭、刘慧忠、赖胜雄、林以诺，复健的陈昭明、王时君、张美妹、洪千惠父亲李念之。晕眩陈秀荣、化疗陈义利、结尾父亲、异位性皮肤炎林以乐、血栓的张惠良、月子史凯华、孕程罗心如。第二点，为着12月19号圣诞舞蹈礼拜、赞美礼拜，甲团契庆祝活动，甲社区报佳音的活动，愿主保守一切顺遂。第三点，为全世界的防疫的政策，甲台海的安全，阁有年底的投票，求主来带领，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弟妹，感谢你，过一摆引带阮敬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只是一般的祈祷来。教会亲兄弟姊妹的集体，求你看顾因，用两者的兄弟姊妹，求主你提起你的信心，甲因同在，主啊，你的大管领来使伊伫
主耶稣，恳求你看顾，阮有提名的兄弟姊妹身体健康，互因会当有主的喜乐伫因的内面，互因的心神勇壮起来。恳求你陪伴因行过死荫的山谷，保护因免受一切灾害。主啊，接续阮要来备办圣诞节逐项事工甲活动，求主甲阮同工，互阮正理如同心来庆祝主的降生，也求主继续赐福，带领阮对年头到年尾，使台湾的政府官员有智慧处理疫情，甲对敌的威胁，互台湾人民甲这片土地，都会当继续过着平安的生活。这时，阮要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时祈祷讲：愿你天立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请翻开旧报，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大纲第一主日，要对咱对上年团契代表点第一支期待甲希望的蜡烛，记若上帝圣格的囝儿，就紧起听候。基督过来。第二点，12月19号要举行圣诞乌肉礼拜，甲团契联合的庆祝活动。请大家来注意是，迄天是禾堂礼拜吼，所以请另外请各团契的会长伫12月5号进前将节目甲时间。来备办好势。第三点，12月19号下晡4点要举办社区报佳音的活动，那请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同工来参加。结束了后，教会有备办火锅吼，要参加的请到1楼柜台登记。第4点，教会待定圣诞糕吼。每盒是15块，那请有需要的到柜台登记。第5点，教会已经备办好明年的月历吼，一家一份哦，请大家有需要的到1楼柜台登记。团契消息第一点，12月8号上午。9点半，北中上年团契的上年部伫艋舺教会举办圣诞节感恩礼拜。第二点，12月10号上午10点，上年团契有聚会，要练习圣诞的诗歌。告解消息，本主日下晡3点半，永和教会要举行陈总会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奉献明细，请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请牧师补充。好，牧师底下做一个补充，因为昨天我们在开长执会以及事工研讨会的时候，我特别提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教会的会计制度、教会财务的会计制度，台北中会其实应该不止台北中会，其实七星中会我们都一直在，甚至已经其他的中会也在慢慢的会计制度有一个就是他们要符合一套标准。
好，因为我们都是财团法人嘛，所以要符合会计师的认证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这几年其实一直从总会、从中会一直不断的在推动，怎么样让会计制度符合一个正常化的标准。虽然我们的财务教会财务其实都很清楚，哈，非常的清楚哈，我们的财务同工都非常的努力辛苦，然后很清楚，但是会计制度要符合会计师的认证，那个科目怎么样去登录，那个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哈，就像刚才牧师讲的，过去的习惯传统，那个时候时代背景，但是慢慢呢，那条路可能要被拆毁了，我们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为了要符合会计师认证标准呢，我们从明年开始，其实有些教会早就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教会因为考量有一点多了哈，所以但是呢，时代已经逼到一个地步，不得不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从明年开始，我们要落实1人1号，就是在我们奉献的时候，一个人就是一个号码。我们的奉献袋原则上有，就是约定奉献、感恩奉献跟节期奉献。那有一些弟兄姐妹，譬如我举个例子啦哈，我就举请拍谁，我就举我们今天的周报哈，咱大家来看今仔日的周报，遐奉献的明细。节期奉献那边，我就举我们现任长老哈，浸会长老跟钟长老的例子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看到钟松吉许浸会是1万块，对不对？我们在过去可能会同样写在一个奉献袋里面，就是钟松吉许浸会1万块这样子，2个名字写在一个袋子。但是明年开始我们不这样做了，明年开始就是拆开。钟松吉一个袋子，许浸会另外一个袋子，好，你们可以合起来1万块，恁家己，譬如讲恁家己翁仔某家己去讲好势啦，看是5000，还是6000，4000，还是7000，3000，迄恁家己翁仔某讲好势就好，就是分开一人一个落地啊，1人1个袋子，或者是你若爸母你要含囝是囥做伙嘛有这种例，总是呢，明年开始就是，说是我含。牧师是无安尼啦吼，譬如讲，假如浸会的囝立安嘛吼，如果啦有那个，比如说浸会跟立安，你嘛爱含你的囝囥做伙时阵，也真歹势，你就是浸会一个袋仔，立安一个袋仔安尼，就是讲我们就是1人1个号码，我们不再联名啦，就是无迄落翁仔某做伙，迄就是爸仔囝做伙，母仔囝做伙。迄才是爸仔囝，老爸和查某囝做伙，无迄种，无迄种是一人一个号码，因为安尼才会当符合我们的那个会计认证的那个标准流程。我想，最近大家应该有印象，大甲镇澜宫已经被互插销。其实咱在段发现宗教团体无论是大甲镇澜宫也好，还是自济也好啦，咱拢有可能会互插销。特别咱建成教会是独立的财团法人，我们建成是独立的财团法人，所以要查，我们在这个部分，在会计符合会计标准作业流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去要达到那个标准哈。所以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建立的，我们的财务同工已经建立的差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步路，好，所以请大家来协助。那我们希望从明年度就开始，但是呢，我们现在都有讲做超前部署嘛，或者是有个宣导期嘛。那下个月12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那也希望大家从下个月就可以开始练习，好练习。比如说，金拍水还是拿浸会长老的例子来讲，假如因为咱现行的长老就较牺牲一个安尼吼。假如你的约定奉献是钟松吉、许浸会放在同一个约定奉献袋，那因为只剩下1个月了，我们就不用再另外再多准备一个袋子，就请你练习哈，练习。下面呢，在12月份这边呢，练习写许浸会，比如说5000，钟松吉5000，安尼有了解无？就是伫后壁面咱家己分开啦。分开做2个人，你若是头前就是2个人联合做一个袋仔的时阵，你后壁面就家己分开讲，啥物人爱归偌侪钱安尼，就是拆分开安尼。
吼，所以这项代志就是请大家小拜托一下吼，拜托大家来配合一下。无论你是约定奉献，还是节期奉献，还是感恩奉献，拢共款。吼，你若想要替教会吼升这个落地啊哦，你也可以，比如说，好许进会、中松集写在同一章没关系，但是你就分开写，许进会多少钱，中松集多少钱，按那有了解吼。好，谢谢。好，嘿，就是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这个过去大家的习惯哈。但是听说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听说我们现在也是校正回归啦。因为当初其实大家都是一人一号，一人一个袋，那后来会变成有合在一起的情况呢，是因为怕说下面的那个奉献柜有没有？讲讲奉献柜不够放，所以才这样子合在一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怕不够放，因为如果真的不够放，我们可以一户，比如说魔术刀和魔术妈6个人对不？我们6个袋子就放在同一个格子里，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啊。好，就是那一户里面6个袋子，像我们家5个加魔术妈6个人，我们6个人就放在那个格子里。好，但你们家如果4个人，可能4个袋子都放在同一个格子里。好，安尼有了解吼。好，谢谢大家配合，感谢。以上。上营信息第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甲恁众人三甲之地，互恁众人对主的信心充满，通得到主耶稣的救赎，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避讳。